呢個係祖廟板塊好喺高密度嘅改善盤，普君華府二期。從20年前嘅普君新城到而家普君華府二期，呢個開發商已經將成個片區打造成一個石屎森林。而咁啱得咁巧嘅係，每一期佢都係用翻呢個屎黃色嘅外牆。不過熟我嘅人都知道，我對屎坑係情有獨鍾。其實呢隻色都幾係靚。嗱，就喺呢度。中介佬會同你講，呢度係成個祖廟板塊最核心兼且熱鬧嘅板塊，成個交通路網四通八達。但佢唔會同你講嘅係，呢度去地鐵站差唔多要成公里，兼且二期嘅車位配比不足。呢度改善盤嘅車位價格賣到好似豪宅盤咁，差唔多30萬一個。不過冇所謂啦，啱閪晒你哋呢班淨係開電雞、搭地鐵、開車嘅佛山佬。作為一個老城區高密度嘅住宅板塊，呢度少不然隱藏住唔少擁有絕世武功嘅阿婆阿伯。每日上落班嘅高峰期，你都會見到好多武林中人無視呢個紅綠燈，單手定閪住你。嗱，我只示範一次，定就係咁樣。市中心地勢係可以理解嘅，但係你豆潤咁大個小區，插得4座48層高3梯6戶嘅超高層落去，就連我阿媽屋企個花樽都冇插得咁密，即係番薯跌落做該會。九小同埋三中呢兩個名牌嘅老書包喺禪城人心目中都算係粒定心丸。不過佢賣到而家呢個價格，如果佢冇一個咁閪好嘅書包俾翻你都可以兜巴刮死個銷售。呢個作為市中心板塊配套差唔多最齊全嘅次新盤，學校、醫院、市場、商場、地鐵、公園一應俱全，令到我再一次要用國際機場男廁嚟形容佢，即係乜鳩都有。呢度係佢嘅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。100方嘅入籍面積廳，雖然得22個方，不過開間都有3米半。呢個報告，可惜佢廚房褪唔到去後邊。如果唔係，都唔至於咁細。呢個入戶花園，當年你嚟睇過一手，都會聽到銷售同你講，呢度可以做成一間房。細我都唔柒講，佢仲要配咗隻水龍頭俾你，我都好想問佢可以做成咩房，係咪間房？廚房係成間屋最正嘅空間，除咗一手交標幫你配咗西門子嘅3件套，啲櫥櫃款式都仲幾靚，不過都係放唔落雙門冰箱。100方呢個陽台只可以講係中下水平，但洗衣機建議都係放返啱先嘅入戶花園度。望一望而家7點幾鐘樓下嘅汽車，你就知道咩叫密集同繁忙嘅區別。屎坑嘅空間感其實都還可以，但係都睇唔出佢係一個改善盤。不過唔知係咪呢度嘅設計師唔係好鍾意沖涼，咁閪大嘅屎坑整咁細嘅沖涼位。100方呢3房設計，2間客房只可以講係中規中矩，咁就肯定冇得同而家啲新規產品去比。作為當年一手賣到2萬幾蚊嘅樓盤，呢個開發商真係好閪孤寒，只有主套配咗呢個智能屎坑，而外邊個公共屎坑係冇，咁樣會搞到成間屋都會走入幾間房嗰度屙屎，享受呢個屙屎後被沖洗嘅快感。呢個主人房嘅空間感其實都唔算差，但係佢只預留咗個2米都唔到嘅衣櫃位俾你，根本就放唔落你嗰隻乸平時嗰啲戰衣，搞到佢平時出去蒲都好閪冇 face。總結一句，190萬出頭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間全佛山配套差唔多最齊全嘅3房。樓下嘅配套基本上你諗到嘅，佢都可以俾到你。雖然佢冇新城區啲咁闊嘅道路同埋咁新淨嘅設計，但係佢亦都冇舊城區嘅煙火氣。著名嘅太極宗師包租公曾經講過，越老嘅地方先越有人情味。樓下街坊街里嗰份感情係任何地方都冇辦法複製，又係激情嘅一日。